清水建国国小伫去新校舍伫学的时，发现讲有即个完整文化站边仔有真侪史前文化的即个粗灰啊片甲伫甲顶顶维稳，文化局随要求工程啊暂停，甲考古学者做会勘讨论要安怎保存。 清水建国国小当咧进行新建大楼的工程，煞学着毋捌互破坏的史前文化站。台中市府文化局嘛赶紧停工，找相关的学者来确定。出土了相当清楚的古代史前时期人类所留下来的日用品、文化遗物，跟他们吃过的贝类跟动物的骨骼。 因为学校原本就伫中社遗址边啊，即嘛发现史前1-2000年的遗址，市府文化局嘛决定和工程单位讨论，要来保存遗物。比较靠南侧的那个进的靠南侧的部分，它有一块大概2米左右的是没有被破坏的。那所以专家学者他也建议说，在那个地方做一个浅究的挖掘哈。后生嘛来保存这遗物。 校方嘛用影像来记录洪挖出来完整的文化站等等的遗物。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